大家好，我係郭旭君。今日我要介紹《三國風雲人物傳》隱世高人諸葛亮呢一本書，作者係宋台瑞。諸葛圭喺嘅第二個兒子諸葛亮喺公元181年出世，但係冇幾耐之後，佢嘅母親因為勞累過度而不幸去世。當時3歲嘅諸葛亮唔係太懂事，成日喺度叫娘親娘親，成日喺度尋找娘親嘅懷抱。比佢大7歲嘅大哥同埋2位姐姐負擔起照顧2位弟弟嘅責任。父親見到屋企冇父親，覺得唔得，於是娶咗一位夫人，侍奉繼母如同娘親，一家人相安無事。但係好不幸，過咗好耐冇幾耐之後，喺諸葛亮8歲嗰陣時，父親因為病咗而去世。因為父親係一家之主，7口之家嘅支柱，佢嘅去世帶來諸葛家帶來無限嘅悲痛同埋莫大嘅損失，一家大小失去經濟嘅來源，頓時陷入困境，全家罩着一片愁雲。諸葛亮喺16歲嗰陣時已經係一名少年，大志早成嘅佢雖隱居於遠離人煙嘅農中，嗰度山清水秀，非常清靜，係安居嘅好地方。冇幾耐之後，諸葛亮已經到咗娶妻成家嘅年齡，不少人都為佢物色合適嘅人選。佢嘅名叫做王月英，佢頭髮黃，皮膚黑，但係有啲才華，幫人洗衫洗褲煮飯都得。佢哋便約喺皇家裏面見。王月英見到佢身高8尺，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心中都好鍾意佢。兩人嘅親事就咁樣定咗落嚟。諸葛亮唔理他人議論，不嫌棄其貌不揚，對他不離不棄。佢哋2個十分恩愛。劉備係一個有愛國心嘅人，一心想為漢室出力，平定亂事，恢復統一天下。但係苦於沒有自己可發展嘅根據地，但係多年顛沛流離，曾經投靠過之主都沒有得到重用。建安6年，也即公元207年，劉備被曹操打敗之後，投靠宗室劉表。佢多次建議劉表出兵出擊，擴展勢力，但係佢冇採納劉備嘅建議。劉備被困住新野一地，非常苦悶，所以劉備想揾一個有才能嘅人。最後佢揾咗臥龍諸葛亮。劉備帶咗結拜兄弟關羽、張飛2人喺隆中對策。初次交談裏面，劉備已經好佩服諸葛亮，即刻懇請佢出山，等待時機攻打中原。劉備喺新野招募咗3000名新兵，自傳陣法戰術。最後戰事結束，劉備大軍獲得勝利。我哋淨係用咗3000人擊退咗曹操嗰3萬人。佢憑着自己嘅機智頭腦，獻計火燒曹軍在博望坡嘅糧倉，
其後他不費吹灰之力，用草船借來10萬支箭，又夜觀天象，借東風火燒連環船，大家都十分佩服他。